咁啊行完啦，可以坐地鐵翻出去，又玩下南京呢個地鐵啦。咁啊旅遊咧，四處咧即係去玩下啦，融入當地嗰個文化。咁啊影下南京咧啲地鐵咧啲站名俾大家。咁啊如果想去新街口啊，即係想去嗰個德基藝術商業廣場咧，你又可以喺個新街口落啊。咁啊用呢啲。咁咧分享下咧，南京嘅地鐵咧，即係好犀利噶，有24個出口啊！咁你嚟到南京嘅話咧，睇下你視乎想去邊度啦。有24個出口，咁啊不同嘅出口咧，你就將會去到不同嘅地方。咁你決定咧，你自己係去邊度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 Vincent Channel 啊！咁咧今日咧又同大家咧南京自由行啊！咁啊分享下咧德基廣場，咁啊附近咧有啲咩美食啊係點樣啊咁啦，咁同大家咧即係 City Walk 一下，咁啊難得嚟到呢個南京啊，咁啊依邊嚟講咧商場咧林立啊，你唔喜歡行呢個德基廣場咧，又有呢個南京新百廣場，全部都係高樓大廈嚟。咁啊睇我視頻嘅網友咧都知我咧隨心隨意咧即係分享啲資訊俾大家。咁啊有啲時間，有啲人咧即係未有時間咧嚟到南京。咁啊就算嚟過南京咧，都可能咧即係未有時間咧嚟呢啲商場行下。咁啊呢邊咧有新百、東方。咁啊南京嚟講咧啲高樓大廈好高。咁啊，前方就係呢個酒店啦，有 IFC 蔡瀾啦。好 ，Let's go。咁啊，好多人嚟呢度咧，影下呢個。咁啊，另外嗰個波波又係啊，南京啊。咁喺呢度咧入夜咧真係好靚啊！南京啊，新街口啊，咁啊去下9月初食下呢個單人下午茶餐58蚊。好，入去。咁啊入嚟呢度整翻下午茶餐先。咁啊呢一個係檸檬蛋撻啊。呢個檸檬咖啡。係啊，其實我都唔知呢個係乜嘢啊。總之咧，下午茶依個撻加埋依杯凍檸啡39蚊。唉，咁啊，即係窮遊慢活嘅我就係咁噶啦。我覺得冇乜所謂嘅。你可以話俾人聽咧，即係我人係老實啫。你可以話俾人聽，而家依一個套餐係68蚊都得㗎。
咁咪有2樓喎。咁啊好多酒店。好近呢個新街口地鐵站。咁啊，南京咧可以嚟呢度食下魚啊！咁啊嚟到南京嘅話咧，咁啊即係要試下佢啲南京菜啊，蝦仁豆腐。咁啊，如果唔中意食辣嘅咧，又可以咧同佢講咧，即係唔辣嘅。咁啊，南京菜咧，啲人啊好包容嘅，啊，最緊要你肯出聲。咁啊，試下呢個豆腐蝦仁啦。呢個排骨啊！咁啊，食完晚飯咧，咁啊最好咧有時間咧，咁啊同大家咧即係分享下咧，即係呢個南京嘅德基藝術廣場，又叫做商場啊。咁啊入夜裏邊咧，咁啊啲燈飾咧影起上嚟咧，相當之漂亮嘅啊！咁啊，即係成個好似咧，即係一層層嘅啊，咁樣咧，即係好似個土耳其嘅棉花堡啊，啊，咁啊黃昏咧係相當之即係靚嘅。咁啊有時間嘅網友咧，咁啊可以咧嚟到南京咧，咁啊即係咧食完晚飯咧，可以即係睇一睇呢個德基藝術廣場。咁啊最緊要咧有時間咧，咁啊可以咧去埋佢個洗手間啦嚇。咁啊個洗手間咧就唔記得拍俾大家睇。咁啊即係咧，或者咧聽日再嚟過啦啊。咁啊即係咧，即係日與夜咧，即係有唔同嘅。咁啊南京嚟講咧，實在太過多呢個景點啊。咁啊，可以咧透過視頻咧都睇到我咧今次咧南京自由行啊，介紹咗好多個景點嘅。咁啊，我撳我播放清單裏邊咧，即係慢慢睇下啦。有興趣嘅話，好啦，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啦。喜歡個頻道咧就歡迎訂閱啦，分享俾其他朋友啦，或者讚好啦、留言啦。拜拜，再見。